送俾大家呢首歌叫做《說出個未來》，亦都多謝寶能哥今日邀請我嚟喺呢個舞台上面 shine on， 亦都希望每一位都可以喺大家嘅人生入邊繼續 shine on。跟住落嚟呢一首歌，送俾大家係我嘅新歌，叫做《你所打的電話暫時未能接通》。逃避你才逃出一個洞，連麵包連食水也欠奉，埋藏未痊癒心裏裂縫，回憶將你不停提起，不停揚起，一場場劇痛。一想到是你已經寫好，連號碼我都改掉，避免溝通。分手要決絕，而最高將好，根本你以外其餘人類都不想碰到，斷絕了任何聯繫，縱然友好，亦都找我不到，找不到慰問，完全沒信號。請不要再問候我，其實失戀怎會好？你若決心從此離開，何必煩惱？分手再做朋友，幾多個會做到？陪伴我時常關心協助，而大家憑什麼安撫我？懷如何，誰及我更清楚？手機轉往負聲，刪除鈴聲，讓我安靜過。即使你為我解釋再多，難道會有些幫助，令我想得更多？分手要決絕，而最高將好，根本你以外其餘人類都不想碰到，斷絕了任何聯繫，縱然友好，亦都找我不到，找不到慰問，完全沒信號。請不要再問候我，其實失戀怎會好？你若決心從此離開，何必煩惱？這段信太多使我內耗，祈求能逃避到老，不想再見面而隨舊將老，不想再判斷仍存在多少的變數。你扮作別來無恙，笑容友好，可不可再不要用這種態度？請不要再問候我，其實失戀怎會好？你若決心從此離開，何必煩惱？分手再做朋友，幾多個會做到？沒有人的路，沒有訊息，收不到到，算數。